曾經灰心失意，幸運遇到救主的愛，活像重生一生精彩，苦惱困惑如霧散開，我已確知主的心意，未願吝惜你的恩賜。若問誰肯受你差遣，便說我願為你萬國奔往。火焰我內心，跟主的足跡，激發眾人宣揚心志，塑造佈道人，挑往牧山。述說主福音遍天下，不怕路遠辛火永存，千世萬國高歌讚頌你。我曾經灰心失意，幸運遇到救主的愛，活像重生一生精彩，苦惱困惑如霧散開，我已確知主的心意，未願吝惜你的恩賜。若問誰肯受你差遣，便說我願為你萬國奔往。述說主福音遍天下，不怕路遠辛火永存，千世萬國高歌讚頌你。火焰我內心，跟主的足印，激發眾人宣教心志，塑造佈道人。述說主福音遍天下，不怕路遠辛火永存，千世萬國高歌讚頌你。接受我在线说我收上这台一万，然后我说的发了我电视台人家把视频我收走挑往佈道山，要述說主福音遍天下，不怕路遠辛火永存，千世萬國高歌讚頌你。火焰我內心，跟主的足印，激發眾人宣教心志，塑造佈道人，挑往佈山，要述說主福音遍天下，不怕路遠辛火永存，千世萬國高歌讚頌你。有好多弟兄姊妹舉手話：我願意今年裏面會向5個人最少5個喺內。火焰我內心，跟主的足印，激發眾人宣教心志，塑造佈道人，挑往佈道山，要述說主